講到 Kenny 啊，咁啊，今個禮拜方面咧，市場嘅焦點當然咧就係由呢個關稅戰方面咧，就開始會回歸到咧就係美國方面個議息嘅情況啦，同埋個經濟基本面㗎。咁啊，尤其是咧就係呢個美國方面咧，剛剛公布咗非農業新增職位嘅數字啦，咁啊都係比預期強嘅。咁啊，想知道咧嚟緊嗰個走向係點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留住呢條片啦。咁啊，睇之前最緊要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同埋撳埋隔離嘅咯，就知道第一手嘅財經資訊同埋股票貼士啦。好啊，就啱啱呢個係星期五啦，就美國公布咗呢個喺4月份嘅非農業新增職位嘅數字㗎，咁啊有達到17.7萬份喎。咁啊前2個月嘅就業數據咧就向下修訂咧，總共係5.8萬份㗎。咁呢個數字方面咧就比市場預計嘅13.5萬份方面咧就為高㗎。平均時薪方面咧按月升咗0.2%啦，咁啊較3月份咧有所放慢。失業率方面咧就保持喺4.2%㗎。咁另外勞動參與率咧就升到62.6%嘅水平㗎。係馬斯克方面咧嗰個政府效率部啦 Doge 啦，令到聯邦政府咧4月份就減少咗9000個工作職位嘅。咁啊喺自1月份以嚟嘅話咧，總共已經減少咗2.6萬份嘅職位㗎啦。咁所以你睇翻咧，其實嘅個數字嚟計嘅話咧，美國嘅勞動市場咧個非農同埋嗰個失業率嘅情況嚟計嘅話咧，喺呢個背景之下咧，其實唔算差喎。雖然咧之前咧就未有公布第一季嗰個係 GDP 方面咧，就係出現個負增長啦。咁啊表面上好似有衰退風險，但係實際上咧你睇翻數字咧係有少少被扭曲㗎。主要都係關稅戰之前嘅時間咧，好多嘅企業咧都係大幅咧就係累積咗好多嘅即係進口嘅存貨啦。所以當時咧嗰個係存貨方面咧嗰個增長咧就係去到呢個係60幾個 percent 嘅，進口就增長40個 percent 嘅。另外經濟中最重要嘅消費環節咧就增長1.8個 percent 嘅。咁啊似乎都係有一個係即係扭曲咗情況喺度啦。所以變咗睇翻美國經濟上邊嘅話咧，暫時其實喺數字上咧就冇條件咧就係令到聯儲局方面咧可以係減息㗎。所以5月份減息嘅機會咧基本上零㗎啦。6月份方面咧而家減息嘅機會咧都係降到去咧就係50% 樓下嘅。咁最快可能都係7月份先至係會降息㗎。咁但係降息嘅背景當然除咗經濟數據之外啦，都會睇翻特朗普對於呢個係鮑威爾方面嘅壓力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嘅話咧，如果你話睇翻利率期貨嚟計嘅，都似乎係7月份減息嘅機會相對比較係大啲。咁所以見到美匯指數咧都係上翻100嘅水平啦。咁另外個 VIX 方面咧亦都係去翻25% 嘅水平啊。咁如果去翻25嘅時間咧，通常咧嗰個係入市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有特別太好嘅結果嘅。反而調翻轉咧，如果當個 VIX 咧就上翻去一啲比較高嘅水平嘅時間咧，你先至入市咧，就嗰個機會咧贏面就會比較大啲。咁暫時美股我覺得都係最壞嘅時間咧過去咗。不過咧就去到呢個階段嘅話咧，咁已經升翻去咧差唔多係即係解放日嗰個水平㗎啦。咁令到之前咧大部分嘅失地都收復翻，所以呢個水位去入市咧，美國係尷尬啲嘅。翻去調翻轉咧，港股咧，我覺得就係有一個入市嘅機會，尤其是咧嚟緊咧好多大型嘅 IPO，同埋都係咧就你睇翻港元方面咧，近排嚟講咧都有非常之強㗎，咁就都睇到咧就明顯有資金流入嚟咧，就係可能部分認購 IPO 啦，部分咧就可能係將嗰個係由美股或者美元資產咧就分散嘅 portfolio 嚟翻香港市場㗎，咁所以我覺得就相對嚟講咧，去到呢個反彈嘅水平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港股嘅值博率咧，相對呢個美股係還要高少少㗎。